領命，斥候木蘭將軍差遣。黃若嗱，你搞乜嘢啊？我次次上堂你都瞓覺，唉，又似咧。落堂，快企！喂，其他人做咩啊？咩事啊？繼續，1、2、3。歸來見天子，天子坐明堂，插頒12卷，賞賜8000強。黃若嗱，你咁乜死曳啊！我次次教親文言文，你梗係瞓覺嘅喎。你唔單止瞓覺，你仲發夢做埋嗰個主角添喎。喂，我下堂啊，教《史記》孔子世家，你係咪要做埋呢個萬世師表啊？可能㗎，不過唔會咯。點解唔會啊？因為你下堂教《西遊記》啊嘛。係啊。我唔扮豬八戒㗎，阿 Sir 你似啲。咁鬼死曳，窒阿 Sir 啊！好，罰抄100次木蘭詞啊！以為自己係花木蘭，傻傻地。做花木蘭好爽咩？我真係唔想做咯。明明係女人，唔使拋頭露面，可以好 hea 咁小時從父，大事從夫，老來從子，記他條牙，使乜要代父從軍咁辛苦啊？到底係咪傻㗎？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。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。拜見花將軍。張燕父喪，你身受重傷，不必拘禁。你坐低，我揾咗啲饅頭俾你充飢啊。謝花將軍體諒，將軍有大將之風，但有體貼入微，在下佩服。張燕，如果我哋能夠反敗為勝，你第一時間想做乜嘢？我花得時間，梗係要見皇帝啦，咗12卷先，又再搦1000兩黃金，最後再做埋上書，咁仲唔發達？我只要皇上獻我1匹千里馬，俾我翻屋企見爹娘，孫見生對住塊鏡抹下胭脂水粉。胭水粉真係兩套婆地酒，安能辨你是紅痴是紅痴啊！我明晒啦，我明啦。喂，黃若嗱，你又發夢啊？喂，今次個夢又教曉你乜嘢咧？我明點解花木蘭嘅戰友咁多年嚟都唔知佢係女人。嚇？點解啊？因為佢哋全部都係色盲嚟㗎。我當然唔係信佢哋有色盲啦，我只係信花木蘭反轉咗傳統女性形象，打破男尊女卑嘅價值觀。所以唔單止我要做花木蘭，我哋每一個女仔都係花